聖經約伯記22章29節，人使你降卑，你仍可說必得高升。謙卑的人，神必然拯救。求主幫助我哋喺日常生活嘅裏邊，可能會升高，可能會降卑。有時係人將你嚟到降卑。當我哋喺卑微嘅裏邊，倚靠神嘅人，必得為升高。呢度好重要一句說話話，謙卑的人，神必然拯救。And the humble person he will save。求主幫助我哋，點解呢個人得救，點解嗰個人唔得救？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就係呢個人自己本身謙卑，知道自己需要神，知道自己倚靠神，求神拯救，求神赦免。求主幫助我哋，讓我哋都能夠學習謙卑嘅功課。謙卑信耶穌得永生，好得無比。信咗耶穌基督之後，繼續能夠喺佢面前倚靠佢謙卑嘅生活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